香港又反映外勞過多，一方面表示只係補充勞動力不足，但數據同真實情況卻比比皆是。喺小編多日觀察中，唔少本地員工都表示工作能力門檻要求提高唔少，並且薪酬方面亦都冇相應提高。如果係本地員工能力不足，點解又唔開設相關嘅培訓課程呢？成日話人才不足，又唔肯培訓人才，就算有課程，一年到晚只有幾個班。又點補充到缺口呢？任由外勞搬空經濟，甚至中午一餐都由珠海帶到澳門善用，小食店就十分難堅持啦。有網友突發奇想，外勞應由前線轉變成技術導師，培訓本地員工，先入職後培訓。例如界定某啲工種，清潔同埋垃圾處理外，其他工種應該逐步退崗還職俾本地員工，咁樣經濟先會有所改善。而近日香港建造業最新失業率達7.2%，建造業總工會話近期私人工程量萎縮，加上外勞加入勞工市場，減少本地工人就業機會同埋流轉。發展局回應話，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推出2年，過去2年嘅失業率一直維持4%，強調近期私營工程量下跌先至係失業率上升嘅主因。發展局強調，政策以本地勞工優先，輸入外勞並非普通工人，而係技術工人，主要涉及空調、製冷設備技工、泥水工以及消防設備技工等。截至7月，仍然有8016個有效外勞配額，較3月底嘅9056個少大約1000個。局方認為反映計劃可以按需要動態調節。建造業5月至到7月失業率達到7.2%。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指，私營工程數量大幅萎縮，部分專做私營工程嘅工人轉往政府工程，工程有輸入外勞，影響本地工人就業機會及流轉。工會目前已經收到約300名失業工人嘅求助，有本地員工已經失業1個幾月，需要轉做清潔維生。發展局回應指，自2023年7月計劃推出以嚟，本地技術工人嘅就業數字保持平穩，甚有至輕微上升。建造業失業率喺2023年及2024年一直維持喺大概4%嘅水平。就近期失業率上升嘅，發展局指主因係私營工程量下跌，其中以裝修維修工程嘅跌幅尤其明顯啊，導致從事有關工程嘅普通工人失業。發展局強調，計劃只容許申請輸入技術工人，唔容許輸入普通工人。發展局表示，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嘅審批程序嚴謹，申請人僱主需按計劃嘅要求進行本地招聘，證明未能夠聘用足夠本地人手，其申請先至會獲得考慮。